大家好，我係第11屆嘅 JSR 學員朱家希。我覺得 JSR 呢個 program 係帶俾我好多經驗同埋體驗。喺呢個 program 嗰度咧，我試咗好多新嘢 ，which 係之前諗唔到嘅。例如係賽前嘅採訪啦，做廣播評述，甚至今次跟東方去到菲律賓作客亞冠2嘅賽事。廣播係我其中一個好中意嘅環節，因為細個好中意睇英超或者港超聯嘅賽事，都好想試下廣播。佢咧都需要場上咧有3個 U22 球員，咁其實換人方面咧，教練都幾頭痕嘅。如果 U22 球員受傷嘅話咧，換嘅話咧就唔係換一個啊，可能要換2個或者換3個。真係到自己落場親身講嗰陣時，又會發覺好緊張，同冇想象中咁易，真係好考急才㗎。如果要我揀最深刻嘅體驗，我會揀跟住東方作客亞冠2嘅實習，因為冇幾可以跟住一隊波去第2個國家嗰度做採訪、參加記者招待會，甚至係做攝影。過程中咧學到好多新嘢，例如點樣喺記招發問啊，同球員相處，全部都好寶貴。新一屆計劃即將接受報名，想好似我一樣有咁多嘅體驗，快啲報名啦！